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30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开始，咱来关心总统大选瓦近，昨昏劳工团体有举办公办政见发表会，是劳工的工，三个参选人拢有到位去讲因的劳动政见。赖清德是强调讲，只要政府伫咧，劳保绝对袂倒。因若侯友宜是强调，若是互伊选调，伊任内会甲基本工资调悬到33000。因若郭文哲是表示，国内欠工和薪水低是无应该做伙发生的。伊认为是因为学生囡仔学的社会无下用，所以伊认为爱对教育来改变。漂亮哦！五大工会联合办劳动政见发表会，拿着8个总统参选人拢有来发表相关政见，但是三个人共场无共款。民进党的赖清德先来提出要打造尊严劳动友善工课场，强化劳动权益保障，嘛要继续提升薪水的水准和劳动条件，建构安全的退休生活。讲政府伫的劳保倒袂倒。我觉得会持续挹注公务预算，让劳保基金可以存续以外啊。政府会负最后的责任呢。换句话说，只要政府在，劳保基金就不会倒。针对年金改革的议题，赖清德强调讲，对的代志都要有道德勇气去进行，无选举考虑，会和社会做讨论来达成共识。还有，其是中心讲，当选了后，任内基本工资会一步一步调悬到33000，嘛讲劳保年金改革爱开国事会议讨论，也不要造成世代大家有一个冲突性。所以在这当中，为什么要把国是会议要召开，取得社会共识？企业上，我们如何用来挺我们的员工的加薪的方式，来照顾他们更多，这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每年1000亿的拨股，这还是要拨了，因为不然你这个这样亏损下去也不是办法。那如果有超征的税金，也优先拨进去的，但是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的。那至于说解决，采用开放态度，你知道，就到时候大家来开会看怎么解决嘛。针对国内计薪和欠工的问题，郭文哲认为讲，理论上欠工和计薪无应该做伙存在，原因就是教出来学生无符合社会的需要，是教育出问题。大学应该关的爱关，技职学校应该开的爱开，嘛重新推广从细代计划来改善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嘛是政治上新的消息，这是昨暗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伊去桃园体第5选区立委的参选人赖香玲徛台，并对记者甲问讲，伊参选进前敢唔甲厝内人讨论？伊是表示大人大政啊，做代志家己负责。有跟家人讨论过要担任副手这件事。那你当记者问你爸妈？对啊，成熟的大人了，自己决定。那另外就是说，就是 No, I wanna ask, I wanna know. How many of you 那种大概几岁人？一出门做上面决定，每个成年人都要自己对做自己的事情做负责任的。针对外界有质疑讲，伊敢已经放弃美国籍啊？伊是表示，伊伫几年前就已经放弃啊，唔是为着选举。伊讲伊即马是立委，所以中选会立法院拢有审查过资料。那外交部嘛表示，确实有收到中选会来函，拜托因去调查，会甲调查结果交予中选会。另外呢，咱驻美国的大使萧美琴是登来参选做赖清德的副手，即马接伊位的大使人选嘛已经出来啊。这是总统府发言人有对外表示讲，蔡总统即马已经正式任命驻欧盟兼驻比利时的大使入大雷来接台湾驻美国的大使，那伊的位会换外交部政务处长李顺去接。总统府的发言人是表示，入大雷资历真丰富，而且真完整。伊捌做过外交部的商务处长、拉丁美洲也有加勒比海署长，捌派驻巴拉圭、瑞士日内瓦、萨尔瓦多、美国纽约。总统蔡英文是希望借重以下区域的丰富外交经验，来协助继续推动台美的关系，深化台美之间的合作。在今天的记者会现场，让我介绍几位。另外，国防部委托中科院举办智慧
智慧警感系统的建制。有媒体即马有收到资料来亚讲，进前空军的防空飞弹指挥部本部营区在验收的时，发现讲正重要的 server 是中国做的，判定讲验收无合格。不过中科院即马回应讲，确实是有一部分的主机板打中国做的标头。不过呢，厂商讲是打唔对啊，其实这是台湾做的。防护营区的智慧型的这个警监系统解密金钥的部分，它实际上是中国飞天诚信制造的无线键盘，这个也是中国制的，接收器插在电脑上面。一年前，立委审查有算时标出国防部委托中科院执行的重要防空营区智慧警监系统，内底有部分产品是中国制。国军讲，若是属实的太晏，就为国防标出相关系统送到空军的防空飞弹指挥部本部营区验收时，国防发现有关键组件是中国制。秘密媒体资料指出，香山营区的军方人员发现系统内底影像整合伺服器的核心晶片是中国制，明显违反国防部采购案规定。空军也证实验收判定无合格，已经请中科院改正，并且希望复检时特别检查。因为中科院讲，智慧警监系统已经由分段伺服器及时掌控营区的点压机画面，掌控处理人员、车辆名单、重点的设施状况。这采购案总金额超过128亿，第六海空甲后备这全国总共284个营区拢建制，预计2025年完成。本意是强化营区整体安全，不过其中若是有中国制品，恐惊有国安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会把这些关键的机敏资讯跟影像，透过网络，就是送往中国指定 IP 里面进出的重要军职，都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国防资产。那如果他的身份还有进出的时间，之后还有人数都被掌握的话，自然会形成一个重大的漏洞。也那中科院回应澄清，这个案件是验收时发现部分的主机板打着中国制标签，也不过厂商表示是无小心打起的。经过查核了后，确实是台湾厂商生产的。不过为了小心谨慎，已经要求公批处绑架来退回中验，并且追究厂商违约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东北季风接刷一个刷一个。今仔日咱遮方面水气嘛变较高，温度嘛降低。北台湾规工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伫北部、东北部天气拢转凉冷。一直到礼拜日进前，桃园以北、东半部毋若转凉，而且佫会落雨。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北台湾规工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只是高温是嘛降到21度至23度，其他所在高温也佫有26度至28度，也毋过暗时低温只有18度至20度。因为东北季风增强，沿海也佫外岛，即嘛是爱西至9级至10级的强阵风。气象局嘛有针对14个县市发布强风特报，若挖近海边啊，风影嘛较大，乡亲就要小心。咱来关心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30日今仔日会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举办，参加的人数会超过7万人，创下新纪录。也若高中方志哥自本嘛头届去参加，不过即马因为伊感到流感的关系，已经临时取消。伫会议进前嘛，风声讲有物件外泄，这是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打算会利用即届做主办国的机会，甲其他的国家来讲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买卖。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28 伫咧石油大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的世博城举行，估计会有超过7万人参加，会当创成 COP 参加人数的纪录。不过伫峰会举行进前，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有一份泄漏文件指出，这届峰会主席贾比尔甲外国政府会面准备的单位要点内面，想要为阿联酋化石燃料的交易。These allegations are false, not true, incorrect, and not accurate. And it's an attempt to undermine the work of the COP28 presidency. 美联社甚至收到假新闻稿，讲贾比尔已经同意请辞，不过COP官方是否认。但是贾比尔身兼阿联国营的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执行长，佫互人积极牵涉到利益冲突。这届 COP28 主要是要盘点巴黎协定，推三减碳幅度加能源转型。全世界有超过200个国家政府派人参加，高中方志哥本来也要来，所以因为出现跟他流感的症状取消。Continuamos con la catequesis
ma come io ancora non sto bene con questa gripe e la voce non è bella, sarà Monsignor Ciampanelli a leggere le cose。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自1995年开始，每年由缔约国家轮流主办。2礼拜缔约峰会议要讨论安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目前，全世界有198个国家签署，台湾是以 NGO 观察员的名义参加。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咱国内有一间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也有一寡医生，将近要1000人，今年3月份至7月份，陆续拢收到运用深度伪造结合影像处理的恐吓批。歹徒是甲一个无穿衫的查某人，甲一个查甫人做伙的相片，甲这个查甫人的面换作是被害者的面，共恐吓要讨钱。若讲无要汇钱，因就会公布这个画面。警方即马追查，确认讲是中国迄边的犯罪集团做的。继续关心联合报，2007年病院的评鉴，今年可能会出现史上头一届区域病院会当升格做医学中心的案例。这是台北主治病院表示，11月20日测绘评定会议结束了后，因就真侪人甲因讲恭喜，互因更加有机会变做医学中心。因为台北区限业敢若8间医学中心，即马有风声讲万丰病院有可能会加做准医学中心，不过万丰病院这边是无回应。卫福部是表示，病院评鉴的结果10月份的时会对外公布。继续关心中国时报，主计总处向下修正全年 GDP 是到1.42%。今日银行即马有一份调查，讲今年有99.6%的企业会分年尾奖金，也毋过呢平均敢若是1.08个月，这是创下10年来新低。嘛是甲薪水有关系，这是台铁伫每年元旦就要公司化，若头一批请的员工，若无公务员的资格，即马佫风声讲薪水上加只有3万块起跳。台铁的工会就批评讲薪水遮低真无合理，嘛可能会招无优秀的人才。也若台铁即马是回应讲薪水这部分也未定案。台铁局会伫明年元旦过了后转型公司化，也有计招募头一批无公务员资格的从业人员。也毋过最近从业人员台股草案期间，上加薪级的基本薪水28210块，加上职务薪上加月领30530块，对比每年调升4%了后，台铁公务员月级上加有31000，等于是公司化了后薪水也较低。互台铁企业工会反映，薪资结构无合理，烦恼招袂到优秀人才。台铁现职的员工的薪资待遇已经是交通部辖下薪资最低的。招进来的从业人员，我们当然会期待说，如果今天要让广大的劳动力进来这个台铁的话，势必要拿出更高的待遇。有这种技术层次的这个员工的话，其实3.5万到4万以上这样一个底薪集聚的话，其实是比较合理。对比当时铁路业的高铁，行政人员有33000多起薪，台铁有一段差距。台铁企业工会表示，台铁相关人员专业底限悬，那对求降低人事成本，添加确保服务品质会继续协商。那台铁挂牌了后，会面临大约1300名员工离退调，加上申请转调，加原本编制欠2700多人，欠能力本来就袂细，那从业人员招募部分更较有温忧。本薪，另外是这个相关的。包括加给或是奖金的部分，我想这可以一并来讨论哈。我想那个杜局长他们如果提出个方案，我想我这边会来看一下，然后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我同意再做一调整。韩国在大营会搁甲台铁讨论，那台铁回应从业人员的薪水还未定案，也会搁建议安怎增加招聘员工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色列和哈马斯暂时停火协议，搁要到期，各界拢望讲会当继续延长。不过即马是风声讲，互哈马斯北起的以色列的比巴斯一家伙仔内底包括上细汉的人质，敢若10个月大的红婴仔拢已经死亡。以色列这方面当在调查，若是真正是事实，安尼对暂时停火可能会出现变数。
而讲哈马斯这边交出更加多以色列的人质，哈马斯名叫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相关人士讲，双方已经进行人质交换，但是大家伫咧注意的被巴斯一个伙仔无伫这边名单内面。哈马斯方面无经过正式的消息讲，包括年纪详细19个月幼婴费赫、4岁艾瑞尔，甲因的老母在内被巴斯一个伙仔已经伫进行以色列的轰炸而死亡。 הגיעו הידיעות התקשורתיות האלה שאין להן נימות, אבל הן מכאיבות, ואני לא יודע אם זה נכון או לא נכון, או זה חלק ממערכה פסיכולוגית שהאויבים האכזריים שלנו. אנחנו ערוכים ומוכנים לחזרה ללחימה. 以色列方面正伫咧查证，若真正是事实，恐也影响再度延长的休战谈判。有两位巴勒斯坦的官员甲路透社讲，谈判还阁伫咧继续，本来协议30摆时就到期，但是即马还无进一步的谈判内容。 李港人伫咧布鲁塞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所来几天伊会去以色列访问，讨论相关问题。Because what it has enabled, first and foremost, is hostages being released, coming home, being reunited with their families. That's something we want, and I believe it's also something that Israel wants. 有一位以色列官员讲，若是哈马斯无甲人质内面所有的俘虏甲儿童放出，就无可能延长休战。伊也讲，武装分子即马手内人质有够多，会当互休战协议延长2天到3天。有一位巴勒斯坦官员讲，谈判人员正伫咧讨论交换以色列男性人质的可能性。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2030年世界博览会会伫倒一个国家举办？即马投票结果出来啊！落尾是沙特阿拉伯嘅利雅得拍败韩国嘅富山，也搁有意大利嘅罗马摕到主办权。沙特阿拉伯即几冬是为着要改变因国家形象，直直咧争取一寡办国际大型嘅活动。亲像2034年世界杯卡球比赛，嘛是伫即个国家举办。 伫巴黎得到压倒性通过决选的消息传过来，利雅得半暝的空中是开始放庆祝的烟火，当地民众有的摕手机啊，要记录公园的这个时阵，有的去街仔落下国旗。يعني احنا متعودين على استضافة العالم في الحج كل سنة يعني ومتعودين ولكن كاكسبو يعني كاكسبو مهرجان ثقافي استضافة ثقافية كاكسبو شيء مختلف. 即摆像2030世博的主办权是对2022年开始，一开始有5个候选城市是表态参加，除了上尾决选的3个，另外2个，一个是罗西亚的莫斯科和乌克兰的敖德萨。伫2022年2月后半个月，这波俄罗战争爆发，罗西亚伫5月是自动撤回申请，另外一个交战国乌克兰是伫2023年的6月，互 BIE 以面对战乱为理由甲推掉。 沙特是正积极在准备2030年的世博会和2034年的世界杯卡球赛，特别来的2025年日本大阪的世博会是传出预算大大增加的状况。根据当家新闻的报道，迄当阵申办的预算是1250亿日票，但是因为物价一直起，预算是增加到2350亿，但是上新的数字佫增加到3187亿，其中政府出钱的部分是超过一半，引起在野党强烈不满，要求原定内阁爱讲 清楚，不过执政党认为讲，日本做地主国主办大阪世博会绝对袂当失败，需要朝野做伙来支持。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寒冷的是，真侪人爱食羊肉炉，也毋过伫中国食到的羊肉、猪肉，竟然有可能是猫仔肉。这是中国有动保人士咧找找失踪动物的时，意外救到真侪险险啊互掠去杀的猫仔。因为羊肉较贵，猫仔肉较俗，真侪肉担就用 猫仔肉来继续羊肉赚乌心钱。抢救猫仔的志工，将竹仔条做的笼仔撬开，一只猫仔才顺利为笼仔内走出来。今年33岁，住伫上海的韩家丽，因为家己饲的猫去互偷抱去，为着找找宝贝猫仔的下落，开始加入一个动物保育团体。想袂到伫找猫的过程当中，发现中国的广东甲广西有真侪恶心的业者，将4个偷掠来的猫仔抬死了后，摕猫仔肉来卖。就是上千只猫咪装在货车里面运输到，可能通过1000多公里啊左右，1500公里左右，然后 路程，然后运送到广东，每天可能都达到几十辆的猫车。韩家丽甲一阵动物保育的志工，今年10月，伫江苏的张家港一个蒙阿埔，发现货车顶头拢是偷掠来的猫仔，通知警方，顺利救出将近1000只猫仔，
这个鸟有诶一看就知影，原本是有主人伫饲诶鸟，差一点仔就放胎来食。其实有心诶业者会将鸟肉改做羊肉，还是猪肉来卖。食诶人可能根本都唔知影，家己食到诶是鸟肉。但是因为羊肉的价值是鸟肉的6倍，而且偷猎鸟根本就是唔免本钱的生意，所以才有遮侪人会做这种残忍的代志。行家来讲，伊伫调查这个偷猎鸟的歹徒的时，捌几摆受到真严重的威胁。这是一个河南猫贩子，他直接找到我的电话，打我电话威胁我说要开车撞死我。动物保育团体的志工将救出来的鸟仔暂时安置伫鸟仔庇护所，帮这受伤也是破病的鸟仔治疗。虽然因愿意冒险世界去救鸟，但是干那靠民间团体的力量，其实效果真有限。因希望中国政府会当立法来制裁这猎鸟、杀鸟的歹徒，才有法度真正解决这种问题。记者甘棉连编译。伫香港，因有13座粪扫掩埋场，啊，毋过强要甜啊！逐工的粪扫内底真侪拢是塑胶粪扫。即马香港政府已经对外宣布，对明年4月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规定店头袂使阁提供用一届就单调的塑胶餐具。所以即马香港有咖啡店已经开始免费提供白铁的杯仔，借人客用。伫香港啉咖啡，即卖会当更加环保。这间咖啡店提供白铁杯做就，只要下载程式，扫描 QR code 就会当免费使用。每早倒去办公室来当。营业港府自明年4月2日地球日这一天起，会禁止当地28000外间餐厅加店家提供用得但的塑胶餐具。其實可以慢慢去改變，但係你如果嗰間鋪頭係真係有得去，我回收翻個餐具俾佢嘅話，我係 OK。係冇乜問題呢個，即係好似我嚟 Coffee and 呢度飲都係借杯，都已經知道有借杯之後，我冇再用過佢嗰啲膠杯紙杯嘅。香港政府推動限塑政策，主要是因為當地塑膠垃圾泛濫。2021年，港府平均每工愛處理2331噸的塑膠垃圾，相當約70隻，相連大是海洋的重量。即馬13座垃圾掩埋場已經處理底袂落去，另外3座有計到2023年底就會囤滿。環保人士認為，那應該放棄一擺性塑膠餐具，凡是用過多單的材質，包括做杯仔也應該減少使用。像台灣提供拍謝優惠，鼓勵民眾家己炸環保杯也大啲參考。台灣推出咗個政策之後，自備杯商家要提供5元台幣差價優惠嘅，係啦，咁就令到佢哋自備杯嘅率咧係由6% 升到去16%嘅。咁你都會見到，其實一個政策嘅推動咧，係會變到好明顯嘅成效。公司新聞曾回編編譯。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軍一隻載6個人的 CV-22魚鷹型的運輸機，昨昏佇日本的外海摔落來，一個查甫的機組員送病院不幸過往。有人講，這隻飛輪機是向爬練到在導火爆炸摔落海。這型的運輸機對研發的階段就傳出真濟事故，這屆是佇日本頭屆出現死亡的事故。繼續關心俄羅斯佇去年入侵烏克蘭了後，瑞典和芬蘭攏有申請要加入北約，不過土耳其攏無同意。即馬芬蘭已經佇今年4月份正式加入北約，即馬還佫剩瑞典還未。瑞典的外交部長有對外表示，土耳其進前已經有掛保證，講最近就會同意予因加入北約。來關心2003年特別結束啊！根據法新社整理今年10大事件，對今年2月份土耳其發生大地震，還有5月份好萊塢大罷工，8月份的是夏威夷的摩伊島火燒，到10月份爆發以哈戰爭。2023年規年冬天會當講是真無平靜。來關心 F 國戰機為荷蘭大海和平領空47年，即馬特別退休，已經被上尾一抓就解除戰備任務。空軍佇台東的這項基地展示教練機、換教練機的成果，而且也是由用高教機來個 F 國戰機來進行操演。用高教機明年開始賣代替 F 國戰機，因為台灣飛行官的訓練賣分3個階段。中華大海47年 F 國戰機升空，演繹聲音真大聲，這是互台東鄉親安心的聲音。5架 F
国战机冲场解散，展现团队合作。空军29伫台东志航基地展现教练机换份成果。F5战机甲永英国教机带来编队冲场表演，代表新会上团。F5战机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先例。民国63年头一只出厂，总共生产308只。民国60年到80年代伫台海前线担起捍卫空防的任务，了后退居第二线，专任部分机，是培养优秀飞官的主要战机。准备退役，就应该解除战备任务，伫完成最后一体换份任务就来退役。担任 F5战机最年的高官讲到，国军现役主力战机要真侪是 F5战机。我们空军的所有战术几乎都是从本型机研发出去的，然后追随的也都是美制以及我们自制的 IDF 型机。永英国教机连续大机满正式执行 F5战机的换份任务，台湾飞官培训的行动3阶段2机种，也经由模拟机来提升训练的成效。永英模拟机唔来使演练起落，也使练习炸射，因过永英即阵无武器挂架，对此空军讲，汉上大型已经有改造，和永英具备兵舰转换能力。数位平板，那以及它的空电的运用，在学员部分的话，他在初期他就可以接受这些知识以及熟悉这些的运用。相信他在之后换装的部分的话，他可以更快去适应。那尤其是 IDF 型机，它几乎可以说是就是无痛换装。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来的一个查甫人，或者瓦列里，之前是带某囝驶一只动力航船，或者小关号，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因为船故乡全停伫台中。即马海巡也各有台中市政府甲移民署，拢有甲因斗相共，协助因3个人摕到咱台湾停留的许可。因是说道谢了后，讲希望会当甲船赶紧修理好势，继续因的旅程。马来西亚一航船小关号停靠伫台中国车港，41岁乌克兰籍查甫人瓦列里，驶船带家后囝儿游历亚洲各国，登陆经过台湾海峡的时，疑似因为方向装置故障，紧急申请进港检修。I don't know now. It's what it's make only situation about now. It's step by step. First, safety for my family and safety for my boat, and after. Think about for everything about for what is make next step. 瓦列里是电子工程师，5年前开始家己驶船旅游，后来发生俄乌战争，回国接家后囝儿同行，捌去过也门、马来西亚等国。船顶有3台自轮车，空闲时会当4过骑车观光。近日因为韩国出发，有定前往菲律宾，也毋过10因为后生身体无爽快，捌底暂停留家人港。2佫因为船只故障，停靠5次渔港。台中市海华资源渔业发展所互因7天的停留期限。原本申请的期限是到今天截止，可是目前为止，它的那个船的维修还没有好哈，所以说我们会再继续让它在这个我们无锡渔港里面来进行整修完毕了以后，等到船只全部修好了以后，再出海。因为期限届满，船只还未维修完，移民署协保离岛派员协助申办临时入境停留许可，会当互这家伙合法停留1个月。国境事务大队强调，这是外籍人士的旅游行程，并不是庇护案件。本属国境事务大队依规定给予核发临时入国停留许可。目前3人行动自由，国境事务大队主动给予关怀及探视。该3人系旅游行程，目的地为菲律宾。非属庇护案件。瓦列里讲，一家伙停靠伫台湾期间，你时将花买物件，暗时就困伫船顶，感谢台湾相关单位协助，希望会当赶紧修好船只，继续航行。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颜的查甫人对乌市去买到一套资料库，伊全透过一个大学生放伫网络顶贩卖，一笔个人资料会当卖500块至1000块，犯案已经要半年，已经赚5万多块。即马专案被抓到，会依照违反个人资料法移送法办。社群平台大大被告知，强调全台民众的资讯拢会当查得到，名、电话、身份证、甚至工作场所地址全列伫标配。照需求的不同，也推出各种套餐，连即时定位也讲排着。
长归事乌，这位姓张的查甫人目前也在读台中某一间大学，警方调查，伊透过网络社群大宣传，每一批雇主花价500块起跳，短短5个月卖出活100笔，靠加密货币收款，不法获利换算活5万。个人资料库的一个来源啊，还有他购买者的一个流向用处啊，那我们初步清查，近100笔的个人资料已经卖出啊，这个我们会持续来做一个清查。这位查甫大学生雇主安怎来？警方对顶头估抓到一名涉案的嫌犯，有妨害电脑使用前科，公为暗网市场低码高度开6000多台票，买到的资料库，就是俗称的小白机，过去也有帮助，靠这套系统非法开发。温和客户，通常你可能透过一些加密浏览器，或者是类似像 Tor 这种专门在使用暗网连接的这种浏览器来做一个连接，因为它的隐秘性的关系，所以其实暗网也被很多的这个犯罪分子来做使用。比如说上面有常看到像毒品交易、非法的洗钱。治安专家表示，暗网稳定性高，合法非法交易拢有。过去也捌出现为暗网买雇主，一位姓地工程师讲是为着好耍，倒伫类似论坛开大约15万的台票，买超过2300万笔咱国民众的户籍资料，最后是原起诉处分。即摆涉案2个人偷雇主做无本的生意，警方毋但要查雇主流向，也要厘清敢是有人变做偷卖雇主之下的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民间团体一份调查，发现讲有2成至3成各中各小的囡仔、学生囡仔，捌伫学校内底遭受精神暴力，而且伫上体育课、体育训练的过程中，有超过5成囡仔捌互处罚。即马民间团体昨昏开记者会，呼吁总统参选人就要支持建立儿童权利的红线，唔通互囡仔受暴力的对待。伊嘛要求咱国家要建立儿少工作者接受训练的制度。要尊严，不要歧视。要尊严，不要歧视。现场日本教育基金会等10几个关注儿童福利的 NGO 团体共同开记者会，呼吁总统候选人支持建立儿童权利3红线。根据日本基金会的调查，发现负22.8%的国小学生和36.8%国中学生捌受到精神暴力，甚至有团体指出，有的老师根本都无认为家己管教的方式是一种精神暴力。他说：“我不觉得那是暴力，我不觉得，我就是只是想要班上安静一点，我就把小孩先放到外面房门口让他冷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精神暴力的例子。”另外，根据台湾卡球发展协会英务理事长施明景的调查，捌伫体育教学中互老师、教练体罚的学生就超过5成。台青会嘛提出个案，指出有排球队教练捌因为学生表现无好，就要求囡仔甲头毛剃掉，甚至影响出赛的资格。伊认为，伫咧教练的培训过程，对儿少福利嘛，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但得要由国家来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应该要有这样，不论任何接触到儿少的工作者，他都应该要有这样工作证的制度，我们才能看到说家长不必再处处打听，不必再活在恐惧之中。现场 NGO 要求总统候选人支持停止对儿童的精神暴力，停止对儿童的体育训练暴力，甲建立儿童工作证制度，要求儿少工作者爱受培训，嘛莫阁互有不当管教，也是性暴力前科的儿少工作者继续出现伫教育现场。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台铁屏东潮州车头，顶日早起副站长在巡月台的时，看到一台吊车是歪向月台这边，那迄当时有火车要进站，加载是无发生事故。台铁尾也去调查，发现讲这台吊车是车头隔壁的人家厝当伫施工，也毋过因甲吊车停伫台铁的用地，这已经违法，即马含警方当地调查。副站长伫月台顶悬巡逻，煞发现头前一支高空吊钩向月台起过来，赶紧通报。高空作业在我们的1月台的南端哦，请他们派人去外面看一下。事发伫台铁屏东潮州站2月透早大约10点半，附近工地的高空吊钩向铁基路甲月台起过来，当下拄好有列车要进站，若吊车倒去，还是吊钩卡到铁基路顶悬的高压电线，恐惊会像中这事故同款出代志。爱安全措施啦。吊钩伫遐，人火车过嘛惊。等来
到现场，迄天吊车停伫车站边仔的台铁用地，离车站大约5公尺，要帮边仔徛个工地吊铁材。但即块用地若想要入去施工，爱先甲台铁申请。施工单位无申请已经违法，就算毋是台铁的用地，嘛受铁路两边建建hạn建办法规范，毋是想要起就起。铁道设施的话，有一个所谓禁建限建办法，就是在铁道外围，铁道土地外面第一层就是禁止他们建设。那在过去是限制他们建设，可能要都是一些照法规。这次的事情是他已经在我们的铁道用地来做施工了，那已经是很明确的是违法的行为了。因为这种我嘛唔捌啦，啊，不过我是讲人招无啊，尽量闪卡过来安尼尔。针对徛个违法施工，警方接到通报了后，29透早到现场搜证。台铁会甲警方共同厘清施工单位是安怎走入来台铁用地，甲相关的违规事项做后续的开发。记者陈焕武、柯建准屏东报道。高雄国家体育场最近有真侪演唱会，请侪歌迷去高雄，嘛有带动高雄的观光。也毋过即马有议员是发现讲，市府毋若无收押金、无收租金，门票嘛无抽。即马跑道抑阁有一寡设施，若是海去，毋知要找谁赔。跑道比起一寡设施拢生鲜，看起来歹。这状况拢出现伫高雄体育场，做一个通过国际道场斗赛总会以及认证的运动场，当年固定维护经费3000多万，民代烦恼安尼无够。东西一定会越修越多嘛，所以你不要说一盖3000讲到底10单嘛安尼，20单嘛安尼，我相信这个费用绝对是不够。演唱会场外歌迷是有够多，国家体育场最近几档是真侪国内外有名的艺人团体拢来遮开演唱会，但民代发现市府无收租金，门票嘛无抽成，这个无法源依据。我们对于这些天团通通都是免场租，也对于门票免抽成。所以呢，比如说 Coldplay 来到高雄开场，一口气就让高雄的世运主场馆少了1500万元的收入。面对这个文化局回应讲，跑道第2015年的时阵，要因应全运会全面去换过，大概6000万，后边是改当年局部去补。之后也会针对这个机电那一些这个灯光照明以及包含我们这个跑道的部分，我们都会全体的来做一个检修，然后视经费的状况，以这个短中长的一个计划来做一个改善。市府讲已经在做全面的盘点，准备要检修。场馆免租金是考虑到活动的公益性还是效益，亲像 Coldplay 创作5亿外的观光财，已经比相关的收费加足多，用免收租金请因来，嘛是行政裁量权，整体效应比租金较重要。记者综合报道。2005年，纽西兰的牛奶就会当免扣关税卖到咱台湾，也毋过安尼，惊讲会去影响咱台湾的牛奶产业。昨昏伫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咧审查农业部预算的时，有立委就认为讲，国外进口的牛奶保存期限竟然比咱国内牛奶也搁较长，是要求农业部和卫福部应该面定生牛奶的限期。真侪人认为，只要放入冷藏库卖的牛奶都是新鲜牛奶，也毋过都袂丢冷藏库的美国产牛奶，保存期限85天，纽西兰的会当保存90天。反过来看台湾的新鲜牛奶就有13天，共款叫做新鲜的牛奶。路人讲台湾的较低，因为消毒时间无遐尔长，温度也无遐尔悬，所以营养成分较完整。国产鲜奶大概就是12天到14天。因为这个时效不一样啦，让消费者肠胃混淆，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跟国产的部分要做区隔。目前国内对新鲜牛奶的定义是以车冷为原料，经过加热杀菌包装了后冷藏的年节，对于保存日期无伤济注重。再去经济委员会审查农业部预算，立委希望应用2025年纽西兰液态奶免关税输入台湾，农业部甲卫福部会当明确定期新鲜牛奶的期限，保护本土农农。人家从国外进口，顶多是保酒乳吧？你怎么可以叫做鲜乳呢？所谓的鲜乳的定义要清楚。农业部表示会甲卫福部讨论。未来我们台湾鲜乳就会很明确的规定，只有用国产的那个生乳去制成的这些鲜乳才能够标台湾鲜乳。我们现在也有技术去区分国产的国内的乳牛所生产的牛奶，
鲜乳跟国外的鲜乳的差异性。市品牌的国产新鲜牛奶会搭上轻松期牛牛的新鲜标章，顶面显示年品的出产季节、用量等资讯。农业部表示，目前伫咧甲乐农年品厂讨论中，希望推出予消费者清楚辨识台湾新鲜牛奶的新标章。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当州的老人人口比例是24%，这是嘉义沿海上老的庄仔头。庄卡除了老人，无就是无人住的厝。即马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配合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有去整理一间旧厝。伫这个旧厝，即马是要替当州的时代打造一个生活化的学习空间。时代欢欢喜喜来办一厝的活动。嘉义县当州港基社区29号启用一间新的照顾基地，内底会当种菜、饲鸡，阁有上课的所在。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讲，这是一个训练时代互相照顾甲陪伴的所在。咱的古调有一个特色，就是全龄，就是所有的社区里面的小朋友啊，还是就是中高龄啊，还是长辈，还有甚至社区的青年都可以进来，这会搞的人当帮助这未搞的人，互相帮助的状况底下，他们在生活上会过得就是更像交朋友的一个方式来过日子啊。今晚做作了真好真水，你也会应用的来这看行的无？会啊，常常会来啊。这间超过60年的旧厝，透过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补助将近80万，把原本趴荒的空间变作社区共生的基地。厝主讲，无人住的厝，活化予时代来使用。故乡的时代有所在通去，嘛会较愿意出门。真好啊，因为最主要是老人要走出来。你像我这么退休了，我嘛要走出来啊，无走出来你。人一定老化足紧的。丰德老人基金会家己服务处讲，经过年外的精修，这个所在未来会推测社区就是厝内的照顾共生概念。除了会申请长照据点，未来嘛会规划亲子少年人陪伴时代的导览旅行，予时代唔但有伴，嘛会当做回来经营社区。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食老爱行出来，食老的生活买当对流行。这是丰德老人基金会伫台北甲台中有训练20个平均已经67岁时代，来讲即马少年族群正时行的促销，互大家看到时代无共款的模样。有个小男孩说：“我长大要跟廖阿姨结婚。”我是经常被告白的。69岁的廖秀菊伫台顶讲少年人事件的脱show，伊伫学校广告师28年，第一摆接触脱show，感觉真有成就感。你每天要想、要写、要改，我这3个月我觉得烧脑啊，但是收获很多。丰德基金会的计划伫台北、台中培训20个平均67岁的时代，12月就要上台演出脱show。基金会要互民众免费退票来看因表演。长辈有了新的目标或新的学习，事实上对于整个老后的生活，事实上是可以非常的精彩的。基金会表示，因发现现代长辈较愿意表现自我、展现想法，因过去带时代骑车环岛、讲棒球、参加电竞比赛，唔但互时代发展侪可能，也互少年辈对时代有全新的看法。跟这个年龄段的人相处，上舞台他需要有一些阶梯踩上来，在心情上。2007年的时候，我们要带长辈做不老骑士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危险，他真的可以环湾岛吗？可是事实上，用他可以的速度是做得到的。打棒球也是，电竞也是。爷奶万万岁，阿里来做会。基金会讲用适合时代的计划速度，时代也通参与各款活动。因讲这个时代透过实际参与，发现家己做会到，就更加有信心，也通鼓励更加侪共年龄层的人突破家己的想象。记者讲到随台北报道。咱台湾和联合国地做是全世界欠水排第18名的国家，尤其不时会拄到苦旱。即马中华的大业大学就利用地势关系，学校是利用地势关系差来收雨水，而且佫有设污水的处理厂来处理这雨水了后再利用，所以平均的逐年学校会当省7000吨的水。即马学校就含中部地区70多间学校有成立永续策略联盟，嘛透过实际上互相参访，互学生囡仔理解水资源的宝贵。
为着落实校园省水，中华大业大学2006年设立污水处理厂，回收水资源再利用，处理后的回收水就是中水，用来压花草，用伫生态水质循环、冲变数等等。这里是大村地区比较地势高的地方，它是属于一个缺水的地区。好，不但是要开辟水源，而且要就是节约用水。它是利用这个生物滤膜的方式来进行污水处理。根据水利署公告，国立大学一个人平均一天的用水量大约是133公升。不过，大业大学因为有利用回收水，所以每一个人每天的平均用水量只有37公升。在省水方面效果真好。为着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水资源的重要，大业大学和中部70多间学校成立永续76联名，设计永续发展的相关教案。省水来方面呢，咱是全国第一名，因为咱就是用咱的建筑物来设计，来把这个雨水来回收。学校的学生囡仔呢，会当来看这个每一个点，安尼来学习，我相信比咱咧教室内底安尼看课本的这个效果会更加好。台湾虽然雨水高，但是因为地势关系，歹欠水。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台湾每一个人单年水资源分配只有全球平均的1/6。大业大学表示，透过学校的水资源回收设施，唔但达到省水的目标，嘛希望让学生囡仔实际参访，了解水循环资源的重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中对去年元旦开始是强制要求讲爱回收果子皮、菜色，抑个咖啡泡。中西区的清洁队就甲回收来咖啡泡放伫抹布袋仔内底，即马会当摕来排除臭味。毋那看到这事件，嘛互主管会当再利用。清洁队员甲回收的咖啡泡倒伫篮仔内底，泡好打了后，倒入去麻袋仔，就加做环保的小臭袋仔，毋那好看，佫特别。咖啡渣回收再利用那个麻布袋又可以再加以应用所以说做成那个咖啡渣那个除臭包，达到垃圾减量，又可以把那个回收的东西再充分利用。咖啡泡算是无做过喷，台中市中西区的清洁队逐个月拢回收超过100吨。所以清洁队就发挥创意，利用咖啡泡吸臭味的特性，结合社区和业者，加装咖啡豆仔的麻袋回收、消毒、整过了后，甲拍打的咖啡泡倒入去，设计出环保消臭的袋仔，让资源循环再利用。那因为咖啡渣是生厨余，中西区清洁队每个月大概回收130公吨的生厨余，那其中有2公吨大概是属于咖啡渣。那因此同仁就发挥巧思，我们就结合这些进口咖啡豆使用的麻布袋，然后我们就经过裁缝剪裁成环保包，然后再填装。清洁队表示，回收的咖啡泡有一寡已经放伫粪扫车顶悬消毒臭味，若咖啡泡做的环保消臭袋仔。会配合市府的环保活动，真做奖品，希望民众做伙响应环保减碳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该签诗、必签诗嘛是专业。咱全台湾有真侪庙师，大部分拢会当报备求签，也毋过敢若有一成至2成的庙师有专人伫解托讲这签诗是啥物意思。为着要培育这款的人才，解签诗的人才，即马台南市政府和民间团体合作，有咧举办巡回讲座。签诗自古以来就是民间信仰文化真重要的一部分。信众透过求签、跋杯、解脱诗句，来为心内疑问找解答。签文来了解咱咧问的所在，是看会当得到好的期待，还是讲由这个签诗的这个指引，互咱有心内结心内疑问会当顺势，会当来解化。虽然全台湾大部分的庙师拢会当求签，不过一般的民众实在真歹理解这寡诗文的意涵。专门有人咧解签的庙师，敢若一2成，而且人才是愈来愈欠缺。我们有200个，我们希望这个变成我们整个签诗解签诗的工作人员的这个种子我们开始那么提升大家对签诗文化的了解，提升文化的水准。为着要培养专业的解签人才，台湾的历史文化古都台南市就甲民间合作举办巡回讲座，希望让大家会当来了解签诗，做伙传承这项信仰文化。
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美国，前美国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伊才到96岁过身，拜日是有举办公开的追思仪式。已经才到99岁，前总统卡特，伊嘛有亲身到现场送牵手最后一程。在音乐声中，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灵柩慢慢进入位在亚特兰大一间教堂，现场有真侪重要人士，那现任总统拜登翁仔某、前总统克林顿翁仔某，这些人拢出席这场葬礼。已经99岁，正在接受特殊安宁照护的卡特，也坚持坐轮椅来到现场，要送心爱太太最后一程。看伫骹腿顶面的毯仔，也是有骄傲的面容。Because he isn't able to speak to you today, I am going to share some of his words about loving and missing her. This is from a letter he wrote 75 years ago while he was serving in the Navy. My darling, every time I have ever been away from you, I have been thrilled when I returned to discover just how wonderful you are.罗莎琳甲卡特结婚77年，是美国史上婚姻上久的第一家庭。卡特虽然敢伫1977年到1981年做过一任总统，也有翁某两个人伫卡特卸任了后，长期伫做领导工作。罗莎琳更加特别关心心理健康议题，伫美国人民的心中留下美好印象。拜110卡特中心有不少民众排队来致意，拜2的追悼会更加有真侪人来。This is history right here. I mean, what she's done as a person and for what she's done for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it's just amazing. She was a trailblazer. But the thing I value about her the most was, and it was spoken of many, many times today, was her compassion and love. So I have enormous respect for her. She's a wonderful role model for all females.罗莎琳伫这个月19过身，享受96岁。前2月伫拜3以私人的形式为伊举行葬礼。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华人拢真爱食鲍鱼，不过南非即马鲍鱼欠货，所以偷掠走私的情形是真严重。历史数量减真济，即马已经被列入去，强要坐证的名单。一个是阁大阁肥嫩，红叫做是海味的冠军的南非鲍鱼，是真侪人上爱食的。其中香港和中国是伊上大嘅消费市場。遠古以嚟傳落嚟嘅一個特別係皇帝御用嘅一個菜式啦。咁但係鮑魚咧就係象徵富貴啦、尊貴啦。為着這麼大嘅數據量會當滿足，南非鮑魚過去40年來一直被大量非法的烏白獵偷獵，也成南非鮑魚是成長甲真慢，需要8到10年才會當成長完成，產量有限。1970年代，南非政府捌引進配額制度和刑法來確保野生鮑魚的數量穩定。到80年代尾是漸漸放量，犯罪集團是看準鮑魚的烏市經濟，大量走私非法偷獵，造成鮑魚的數量大減，甚至都要無啊。但連一般漁民嘛在偷獵。There's no other work in Houston, so what other option I would not take? I would obviously, because it's an easy way in poaching. That's what I'm saying. It's all about putting bread on the table. 南非鮑魚合法會當掠配額，當年加是100棟，但是根據國際組織第2022年嘅報告，敢若香港當年進口南非鮑魚都有2000到3000棟，其中一寡項轉賣去中國、日本、台灣等等。這鮑魚是毋捌感受過海洋，也是大少，用市場是透過選擇性嘅生態，調整鮑魚嘅生命周期，互因一日啊就會當變大。Our main aim is to get them bigger, faster. And to get the yield up or the taste and the color the client prefers. 野生鮑魚面對生存危機，催生養殖鮑魚嘅產業出來，但對保育團體建議甲養殖鮑魚野放，業者態度保留。I don't want to start a vicious circle. I put in, someone else takes out, and it all ends up with bad people. If government can come up with a plan so we can protect what we put back, we'll be in. 業者講，除了無確定甲養殖鮑魚野放對環境會有啥物影響，嘛希望政府伫防止偷獵有閣較濟作為，才袂惡性循環。公視新聞江文編譯。英國美籍航空公司用
一架用100%永续航空燃料飞行的大型客机成功飞过大西洋，伫美国降落，即嘛代表大型的飞行机集团飞行写落来新的历史。这是一座由政府资助、无载付费乘客的单座旅程，搭载劳斯莱斯特伦特发动机的威丁航空波音787客机，为伦敦希斯路机场起飞，飞过大西洋，成功降落伫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今礼拜一架原料航太公司的 G600 公务机，使用100派永续航空燃料，成功飞过大西洋。威丁出行的特别所在是商业航空公司头一摆以客机使用同款燃料，长途飞行成功。We then will turn to the fuel industry and say, if you can supply it, we've proven it can be done. If you supply it, we will use it. 只是永续航空燃料少，高成本是普通航空燃料的3至5倍，是航空业保证面临的大挑战。包括威丁在内的国际几十间的航空公司拢表示，希望伫2030年底之前，永续航空燃料使用比例达到10%。航空业若想要伫2050年底之前达到净零排放，永续航空燃料使用比例要达到65%。You know, there's only 0.1% of the world aviation fuel is manufactured in a sustainable way. So there's 100 to 150 times scale up required to get to 10%. 永续航空燃料 SAF 会当由包括农作物家庭废油加食用油等多种来源制成。威丁这座飞行整班50吨 SAF 使用2种类型燃料，其中88%来自废油，其他是美国环美制成的废料。伫测试加分析了后，英国民航局这个月初批准这座飞行。各位真侪公司参与这个计划，包括眼镜制造商劳斯莱斯加能源大咖英国石油公司。公司新闻吴伟林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国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21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是27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有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27度。外岛16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